大家好，我是詹佩雄，今年25岁，真点人。已经开始计算了。我头拄仔食饱，即摆有淡薄仔想要困。有一摆上课是苏达老师叫阮去楼骹街仔路找迄路人，甲因观察，演你观察迄个人，用家己生命的故事，用你家己心内的情绪去填充这个人。我甲心内感受演出来，毋过是用一个无熟悉的人的外表。对，走，兄弟呆呆内底，对，有一种无实在可以感觉。展开了。我感觉这是种公平的代志啊！你倒位无尊重，倒位无平等。确定你生气？你真正生气啊？你总想想你就是大财人主意吼？你到底爱我安怎？我是詹北雄。